東岸板道東段響12月29號正式開放，亦即係話由堅尼地城至到筲箕灣嘅成條海濱長廊已經完全貫通晒。今日我哋就帶大家嚟睇下由最東行到最西到底需要幾多時間，我哋沿途又會睇到啲乜嘢呢？我哋今日嘅起點係呢個筲箕灣譚公廟同埋東區文化廣場對住嘅筲箕灣避風塘嘅呢一個位置。根據官方嘅呢個指示牌，由東面行到最西面，全程大約13公里。出發之前，梗係要打返個卡先啦。好啦，我哋出發啦！出咗愛秩序灣海濱花園，嚟到嘉亨灣嘅呢個位置，我哋要兜返出去行人路先可以繼續行。由泰安街轉入泰康街，向住西灣河碼頭繼續行。經過西灣河海濱花園，我哋就嚟到鰂魚涌公園啦。中間有個範圍係寵物公園，要拉開啲閘先可以入到去。出咗寵物公園，再沿住馬路繼續行。我哋啱啱由鰂魚涌公園行咗出嚟之後，就嚟到呢個東岸板道嘅入口啦。如果坐地鐵嘅，可以喺鰂魚涌 C 出口經海悅街行入嚟，沿途經過會見到唔少嘅藝術裝置。成段東岸板道都有一條共享徑，除咗俾人行同埋跑步，仲可以踩單車添。沿途都會有洗手間嘅設施。話咁快，我哋就嚟到第二個出入口，呢度可以經健康東街出返去鰂魚涌地鐵站。我哋嚟到第三個出入口，行出去係民康街。之後我哋嚟到開放東岸板道東段之後，最多人過嚟打卡嘅玻璃觀景台。雖然唔覺得有咩咁特別，但係來都來了，我哋都即管入去體驗一下啦。入去觀景台嘅人都要先着上鞋套。雖然係平日晏晝，但係都真係好多人。不過好彩都唔使排隊就入到嚟。同埋其實啲玻璃反晒光，根本都睇唔到啲咩。成段路其實行10幾步就行完，又冇乜嘢睇。如果你係山長水遠咁特登過嚟，仲要排長龍，我就真係勸你唔好過嚟啦。最近嘅出入口係北角汽車渡輪碼頭隔離嘅呢條路。出到北角碼頭呢個位置，我哋就由東岸板道東段轉入西段。沿途都見到有人踩單車，原來啲單車可以喺度租㗎。呢個位可以行返出去北角地鐵站，去到北角匯嘅盡頭，我哋就轉返去海旁嘅東岸板道繼續行。原來側邊嘅台凳仲有得無線叉電㗎。呢度有個出口可以去返和富中心。
到東岸公園，我哋嘅行程只係完成咗1/3多少少。呢個時候我朋友已經攰要走先，我就諗住得返自己一個，可能最多行到中環就算啦。雖然官方聲稱呢條東岸板道可以連接東西兩面，但係其實出咗東岸公園，由天后去到灣仔嘅一段路都要行返出去馬路。經興發街轉入去就到咗銅鑼灣避風塘。咁啱呢個時候差唔多6點，仲俾我見到好靚嘅日落添。沿住避風塘轉入去內街，經過紅隧入口同遊艇會，就可以去到灣仔海濱。見到會展之後，沿住碼頭繼續行，嚟到灣仔海濱長廊。嚟到中環摩天輪嘅呢個位置，其實已經完成咗超過2/3嘅行程，距離終點堅尼地城仲有51個鐘咋。雖然我都真係開始有啲攰，但係我最終都係決定堅持埋落去。跑開步嘅朋友都應該知道，順德中心嘅呢一段路，行人係要同車平排咁行。話就話由東至西貫穿成個港島海濱，但其實唔少位都要行返出馬路㗎。去到西營盤海濱花園，係時候嚟個 washroom break。出到嚟見到有啲好得意嘅燈，玩咗一陣，順便休息一下。玩到有啲唔捨得走添，不過我都要快啲完成埋我嘅行程啦。去到西區海濱長廊嘅盡頭，我哋又要行返出馬路，繞過貨櫃碼頭，再駁返去卑路乍灣海濱長廊。經過埋呢個停車場，終於我就嚟到今日我嘅終點堅尼地城啦！我終於完成咗啦！今次沿住海濱由筲箕灣行到嚟堅尼地城，大約用咗3個半鐘頭左右。因為中間咧，我哋有停下，又周圍影下相啊咁樣，所以就比 Google Map 咧所講嘅3個鐘咧，我哋行多咗啲時間。雖然我朋友咧喺中途咧就離棄咗我啦，咁但係我最終咧都決定咧自己行埋最後嗰段位。咁我都好開心，今日可以完成到呢一個咁樣嘅壯舉啦！對我嚟講，好啦，我都要係時候翻屋企咧瞓覺休息下。拜拜！鍾意我呢條片記得 subscribe、like、comment 同 share。Follow 埋 Instagram 就更加好啦！